大家好，我哋係偶像女生。我哋最近喺記者會之後，我哋出咗一個香港大球場嘅支持港隊嘅 show 啦。咁我哋今日就呢、個快閃嘅活動啦。咁嚟緊呢，我哋會有一個變音製嘅記者會嘅。咁之後呢，亦都會有 The Next Wave。咁再之後，亦都有一個電音製嘅正式活動。咁嚟緊可能仲有其他繼續多嘅活動，大家可以留意下。學業方面有學生代表。我而家讀緊中五啦，咁就又讀緊 VA 嘅，咁通常 VA 啲 SBA 咧係要放學之後做嘅，咁但係咧因為放學之後咧都要嚟呢度 training 啦，所以就導致我咧有4份 SBA 咧，我就係完成咗第一份嘅1/3啦，但係12月要交啦，所以我而家真係好擔心佢完成唔到，我 DSE 會點算？希望呢個暑假可以衝刺補到我啲功課啦。我就係啱啱中六畢業嘅，咁呢段時間要考各種大學，同埋要藝考啦，咁我又要兼顧唱歌跳舞，咁我另外出邊又要再學唱歌跳舞，咁我就覺得呢段時間的確係會有啲壓力嘅。Hello，我係 Helen，咁我依家就讀緊大學啦，讀緊新聞系，成日都要出一啲 production crew 嘅，咁所以咧喺兼顧偶像女生呢邊嘅 schedule 嘅時候咧，我就成日都需要出 crew 嘅時候通頂啦，通完頂之後就直踩去練舞，好刺激嘅一個行程。基數喺邊？基數實習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azel 啦，而家讀緊護士實習緊嘅，咁就平日1至5就輪間喺醫院實習緊啦，但係都會分配好時間啦，就過嚟練習啦，或者係出席唔同嘅活動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啦。咁呢段時間咧，會話屋企人有冇屋企人反對噶？有啊，冇。有呢度。有啊，有屋企人反對啊。你講下你嘅心聲啊。過嚟啊！你過嚟啊！你過嚟一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Yuna 啦。咁其實我屋企人咧就唔係好支持我做呢一方面嘅嘢嘅，因為佢哋一直都覺得創作喺香港嚟講就唔太係有好好嘅方向啊，或者好嘅前途啦。咁佢希望我就可以做翻一啲正職啊，可以揾到食啊，然之後可以俾到家用屋企咁。當然啦，我而家都係有完成緊佢呢一個所謂嘅心願啦。咁所以我自己都有翻緊 full time 嘅同時去 handle 埋我呢一度嘅工作量嘅，所以我自己就係用咁樣嘅方式去克服呢一樣嘢咯。希望遲啲可以令到屋企人都相信我可以繼續行呢條路啦。